自2024年2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伙起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出埃及记36章第80到38节。因中间所有熬的师傅用18个布做会幕，这个布是用扫过的幼麻、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织的，顶面搁用真幼的手路绣基路伯。每抹布长12公尺，宽2公尺，台北的寸尺拢相款。因将500布接做一组，另外500嘛甲安尼。搁伫逐组相接的布落尾迄幅的边仔做蓝色的纽环。因伫即组布做50个纽环，伫第2组布落尾迄幅的边仔嘛做50个纽环。2组的纽环拢两个相对。因搁做50个金钩仔，用钩仔将2组布连做伙，成做一个会幕。因用山羊毛织11巴掌做嵌会幕的布棚，每巴掌长13公尺，宽2公尺，11巴的寸尺拢相款。因将500丈连做一组，另外600嘛连做一组。伫逐组相接的丈落尾迄幅的边仔做50个纽环。因搁做50个重的钩仔，互布棚连做一个。因用染做红色的羊绾的皮嵌布棚，搁用上好的皮嵌伫上顶面。因用金合欢木做会幕的壁板，壁板长4公尺，宽66公分。大体板有2个榫，通3接。会幕所有的板拢照安尼做。南边的壁板做20块，这20块板的下面做40个纹的做。大块板的下面有2个孔，通倒印的榫。会幕的第2面就是北边，嘛做20块壁板，甲40个纹的做。大块板的下面有2个孔。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，做6块板。会幕后面的角头做2块板。下面铁开，顶面3连，直到顶面第1个环，两边拢是安尼，要做角头会路用。有8块板甲16个纹的做。大块板的下面有2个榫孔。因用金合欢木做环弓，南边甲北边各5支。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，嘛5支。壁板对中迄支环弓，对即头烫到迄头。壁板用金包底，搁做金环，通套环弓。环弓嘛用金包。因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扫过的幼麻织掌梨。这个掌梨用真幼的手路绣基路伯。因用金合欢木做4支条，用金包底，搁有金钩仔条倒伫4个有榫孔的纹的做顶面。因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扫过的幼麻，用刺绣的手路做会幕的门篱。因做5支条，
跳有狗仔吊门犁，跳斗甲番官用金包地，迄5个有笋空的做是同的。做伙起做，你捌有起做家己要住的厝的经验无？若住踮大都市，多数人只会当踮大楼社区，也是公寓买厝。若住踮伫庄脚也是市郊，比较可能踮家己的土地，家己起厝，家己住。无论买现成的厝，也是家己起厝，为了打造家己心目中的梦幻主体，想着知会加紧脑接，找建筑师也是室内设计师，搁伫预算内找着家己喜爱的建材，毕竟是要住一世人。麻烦的是，起造的过程中，常常爱甲建筑师也是室内设计师协商沟通，互厝成做家己想要爱的风格。对出埃及记35章，通看到摩西经着手筹备上帝的圣幕这个新建案。摩西二度上西奈山，40暝日以后才落山，就呼吁以色列人爱守安息日，搁甘心乐意奉献，准备起造上帝的住所圣幕。摩西搁招聚有智慧和启卡的人，譬如比撒列甲阿荷利亚伯等，做伙展开起造上帝圣幕的工程。呾就要开工，因为蓝图已经准备好了。基本上，比撒列的工程设计甲摩西伫山顶领受的是一致的。本章的技术看起来好亲像中福26章第1节到37节的记载，只是更改人称和动词的时态。这种中福书写的情况，伫以色列文学中其实真时常会当看见，特别是祭司所留落来的文献，亲像历代志和以西结书，就常常会当看到这种的文体。有关起造圣幕的经文中，上帝好像业主兼建筑师，清楚知影家己介意的样式。上帝搁亲像室内设计师，清楚规划逐样物件的材质、寸尺甲数量，伊画出建筑甲结构施工图、室内配置图，甚至连家具的采工清单拢列好了，然后才交予摩西。伫起造圣幕的事，摩西就亲像统包工程的大工头，着找好师傅和工班，搁着按图施工，袂当出在施作者随意发挥。建筑师也就是上帝设计好蓝图，才会敬虔的工班技术工人也欢喜按照蓝图的规格认真施工，互设计化成实体。对伫起造圣幕，上帝规定一切，搁清楚一切的说明。伊是业主也是设计师，清楚家己要爱的，详细规划所有的细节。上帝也有伊设计甲规划，包括施工次数甲法则。上帝绝对会通身兼数职，却无包办所有的工作。伊邀请师傅头和师傅来负责，搁互工班斗阵来完成。咱看到对师傅头摩西、师傅比撒列和阿荷利亚伯到遮个工班技术工人，无按部就班，照业主兼设计师上帝要求来完成使命。因
为甚物愿意安尼做？因为上帝的圣母即个建案，毋是上帝家己的代志，是所有的人的代志。即个圣母是上帝甲人同在的记号。摩西和比撒列和阿和利亚伯等技术师傅，毋是单纯的工头甲请工的关系，因是合作的伙伴，最后顺利将上帝的圣母起造好势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常常袂记得上帝一直甲人同工？教会是伊甲人共同建立的圣所。我愿意和兄弟姊妹做伙去做教会，搁伫遐甲主相拄。我是毋是常常袂记得上帝一直甲人同工？教会是伊甲人共同建立的圣所。我愿意和兄弟做伙去做教会，搁伫遐甲主相遇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虽然我无够完美，总是要求你，互我甲你同工，正做去做教会的伙伴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